来看劳动部的一份上新的调查哦，讲今年的第4季整体人力的需求，甲第3季比起来，需要的人力是增加52000个人，制造业、饭店、餐厅上欠工。另外，这礼拜无薪假的统计人数又过超过1万人咯，其中制造业放无薪假的人数是超过9000个人上侪。服务正亲切，甲好食料理送上桌。餐饮业经过疫情了，即马开始复苏。连锁的餐饮业者宣布要扩大招募人才，并且要找中国人的员工，同时有第3波的调薪。亲像是中餐品牌有一寡就宣布讲，因找人一开始上悬有到35800，调报差不多是8%。铁板烧的干部起薪4万，拄毕业的是36000，半年了通过考核。若国加奖金有可能到44000。扩大招募500名正职职缺，启动第3波调薪计划。上半年度又以铁板烧品牌调薪幅度最高，累计调幅近12%。另外，这个开店也有找人的，也有主建集团，店的主管薪水会当到52000，服务员一年有4遍调薪的薪水。工读生时薪是到200块，要拼伫咧年底进前，全台湾开店的店数到200间。因应呢相关的展店的计划，目前呢对外招募1000名的职缺。基层服务人员部分的话，我们寄出1年有4次的调薪的机会，店主管以及主管职则享1年2次的分润。那平均呢调幅呢是落在6到8个百分比。为了要了解就业市场人力需求的情形，劳动部公布今年第3遍的人力需求调查，结果发现各事业单位10月底比7月底需求人数预计净增加是52000人，创要甲9年来同期的新高。若是用行业来看，以制造业增加17000人上多，过来是当做餐饮业增加8000人，需求人力排第3是批发零售业增加6000人。严格对劳动部所发布的上新的减班休困无薪假的数字，也让看到实施的人数搁再破万。到11201人，其中制造业有到9327人上多。这一段时间以来，因为国外的有一些景气的因素，还有通膨的因素，那消费端的需求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国内制造业的这边的一些订单的这个情况。劳动部表示，对数字来看，无共厂商的差别也真大。有业者继续伫咧实施减班休困，也有厂商是单接袂煞。整体来讲，制造业也是甲国外订单联动较大。记者综合报道。